许多人对南投国乡的认识，怕如也只个是9年的大体通的阵容，有台湾唯一的口味三级古迹北港糯米口，古的路是从6世纪从成功也得发通。国土6号通查过后，国乡路唔係來往玻璃屯日月潭天錯經過嘅，故所國鄉路本人感覺係個冷縮嘅喲。其實國鄉有許多台灣第一的產業，還有許多景點係一般人唔知嘅。國鄉鄉去年呢請嘅第一屆嘅主鄉作家潘橋來記錄一道可能連在地人都唔多想嘅國鄉景點，像國鄉還有2座嘅糯米橋都在體內呢。潘橋唔係用大家個了解嘅公路內圖，也算泰山泰水嘅附近來了解國鄉嘅，而係透過佢平常嘅河壩來看下是係用嚟作為有記錄嘅一模一樣嘅國鄉呢。对泰鲁顺当主要顺等河坝顺的内陆行江下，係無生意，還可能會做下去。一片風太當久嘅，本來係無路，不過為到前國鄉鄉遷做嘅作行路橋，要到順等河坝順，硬係行一條路出來。那這一座古橋，其實國姓這邊的老一輩都知道，但是沒有人看過它長什麼樣子。因為過去那一座橋，因為地勢很危險，常常發生車禍，常常發生事故。所以後來在蓋新橋的時候，那一座古橋就躲在新橋底下。所以現在所有人車從上面經過，沒有人看過那一座古橋長什麼樣子。那我也是因為溯溪的緣故，所以我才能夠發現那一座古橋原來一直都存在。而家看到一座行橋又大又快，其實佢行喺到民國88年第一擺修整過後嘅，做行橋順頭有一隻行架橋嘅做行古橋，佢喺幾隻國鄉鄉遷橋嘅橋，做頭下擺。一座強健的路橋，同100年前國鄉開創做起好嘅，雖有國鄉嘅另外重要功能。不過到台灣光復過後，是新橋，就連舊橋沿途嘅熱鐵，從日下來，就萬乃做車開嘅用數件來看，就得有艱難程度一片來嘅。而這個橋呢，其實夏天的時候，因為溪水會暴漲，一般人也進不來，所以幾十年下來，它一直躲在國姓街的入口，那一般人都不曉得。那對國姓鄉來講，有一點可惜，因為國姓鄉的開發歷史畢竟不久，那所以這樣的橋，其實它夠資格稱為國姓鄉的古蹟之一。因為國姓鄉其的開發不是很久，然後它進來的，它都是2次移民、2次、3次移民進來的比較多，所以佢對國姓鄉也可能比較沒有一個根的觀念啦。不是有一個自己的屬於自己的根啊，要變桃竹苗該條客家莊完全冇共用，你因為國姓鄉真的感受不出國姓鄉是一個75%的客家人啊。作定軟皮鞋，把定書包，拿定翕相機，有必要時節再作水曉同賭鞋行，也係攀潮基本裝備。其他記錄連在地人未無馬了解國鄉，希望清出行下多嘅在地認同。2年尾再將賭鞋訪問1年新血編寫做書。日本文化部有隻在地作家寫作計劃，經費完全補助，故所國鄉鄉提出嚟申請。冇想到一個計劃臨時喊停，不過國鄉鄉公所還係決定請潘潮做國鄉鄉第一個主鄉作家。潘老師佢心肝都沒一直要為國姓鄉寫這一系列的書都出來了哈，所以他說啊沒有關係，冇關係啦，冇錢吼，買到自家來出，好，自家出有好處啊，你不是沒有錢的東西，你可以行銷到全省各地。佢都按樣講，按樣對打響國姓鄉的知名度更加有益。佢對這個國姓鄉的埔里村的這氣候，他很了解，很認同這邊氣候。所以講，現在國姓地名初探啦、土地公廟啦，安尼包括富國宮啦，就青島一些吼，佢哋還國姓溯溪，佢哋還沒考試的機會，其實他認識的環境比我們在地人更多。潘潮喺某啲行業喺度保利，
清早同桂乡鱼池同保利也着素材沙期太好教书，要协助各乡镇成立采风办，也系采风协会，采集七家家乡的民俗风情。所以讲，年高铁咧，请春到桂乡乡的韩继续组年年出书。韩国文化人对环境的观察同敏感度，加上有特别的看法。田野调查19年，盘查比采天人还了解地方。因为在民国86年的时候，南投县政府教育局就委托我来帮国姓乡做基础的调查。那当初做这个基础调查是为了要做乡土教材，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民国88年921地震之后，那南投县社区大学就聘我来到国姓乡担任社区大学的一个讲师。他一直从地震那个社区大学这个采风班开始哈，多年来对国姓乡是不离不弃呀，哎呀，真的是，而且是你像我们从以前的刚开始，他们辅导我们采风协会成立，他也都是一手在主导啊哈。包括一个严格方面很多一些历史性东西，基本去查房，你对这地方来讲。迄按地方，迄唔去做了，就而且将来可能慢慢就没落，而且已经唔对嘅啦。因天然嘅行业唔碰航海，也特别系北港海嘅资料，有水怎么有生命，所有嘅文明记录离唔开水源头。盘查记录国乡，主要用国乡嘅南北港海两则主要水内，清出其规律嘅景点同人文嘅故事。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乡下地方，乡下这地方多的就是这样的野溪，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常常在这样的地方戏水，然后玩乐。那所以我接下国姓乡驻乡作家之后，我就想说，利用溪流这样的脉络来写国姓乡，因为一般人对国姓乡的认识都是透过公路这样的网络。一般人认识旅游景点，确实单单系用公路内通。国乡乡蛮耐做爱山的，山无高，有规模水床咩无多。古所头年有水流的培养水床，就变做国乡乡亲有代表性的山水奇景。一只山落里，上顶当到野生的山培养，为到秋冬的时节，开出有苔有水风的花。不过你到培养水床的山路，模拟去长期，规律的老沙都唔好行。以书中的小野柳啦哈，芙蓉古古布啊，是在较早以前，该特别真的是很盛况空前啊，去那边旅游、烤肉、游玩，那个东西都非常有人潮了。但是时代变迁，还有一些基础建设的改变啊，都为人家看到并来细汉的时看到，实在是无相用的啦。其实我当初在诉访国姓的时候，我有2个重点，一个就是写沿途非常漂亮的景，把这些风景写下来，让更多国姓人或者是外面的人知道，原来国姓乡是这么美的。另外，我在诉访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刻意去寻找一些故事、一些文化的题材。所以，像永湖古桥这座糯米桥，当然也是我要寻访的对象之一。国乡人亲属的糯米桥，系同民国29年。这样是日本人遇到太平洋战争，天初大量征输台湾物资，古所头北港村作为一只运输仁爱乡太雅埔落长白素材的糯米桥。其实头国乡乡总共有3处安样的糯米沙桥，其中离国乡街坊亲近呢，最云福路桥。上早老主讲系用糯米、古糖各加沙块来将石头粘起来。我们现在在永湖糯米桥的桥头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旧的石碑。这个石碑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一些模糊，但是隐隐约约还是可以看得到。上面写着永湖桥纪念碑。那这个碑是在民国39年的时候立的。头前国乡古迹高场盘查同意外发现，国乡乡同其他素材都无共用一点系。头摆还无保留古迹，也系旧建筑的概念。丘桥单独的插拍，不过头国乡乡早清保留下来的。在国姓乡这个地方，当相关单位在建设新桥的时候，它并不会把旧桥给拆毁，包括竹坑古桥，包括国姓乡的3座糯米桥，
甚至在国姓乡，我也发现有一些庙寺，他们在盖新庙的时候，旧庙一样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心里面在想，是不是国姓乡这边的客家人一种特别念旧、一种特别节俭所造成的？也初头北港村的八公庙有一座庙种庙起建，老主公利用菜地的沙沙，去个地度头摆早期的西庙，同时还摆八公八婆，下后起歌还是将西庙留下来，见证这样是开垦的过程。包括它的香炉也都是就地取材。那后来这边的居民经济改善之后，要翻新庙，他们没有把旧的伯公庙把它拆掉或者丢掉，而是把这个旧的伯公庙把它保留下来，于是呢形成这个非常特殊的庙中还有一间小庙的情形。那这样的现象说明了这里的客家人非常的念旧，然后对这样的文物保存也很有概念。当年年米的桂乡抢成功，都要有几万三民众入到桂乡。其他冲太庆典，比如讲六神祭，没有想到当多人潮。不过闹热总是一下的，平常时节外天人客唔多，尤其喺头国土6號同查過後，夾頭草墩同玻璃兩隻太正中間的桂鄉，做得講像係本人田邊的社區。你搶成功已經進入13年了，當年的人潮一年比一年還多。一年比一年攀得好，六神祭咩14年了，因為很多年來，地方是一個肯定啦，佢咩感覺你攀得唔會壞，唔係講你活動攀出嚟都掂起，當然攀活動嗰陣時間千多嘅啦，不過最主要好事我老人產業咁辦帶出去，你係千要給你。舊年太地同發生個人年咧，有得數咩搶嘅上漲咧。頭擺也得俾我當到人客來邊留了，不過按多年來，實講人客見來見少。其實幾隻桂鄉鄉，加個觀光旅遊未像按樣。平常時節，喺講冇乜衝太慶典發通，實講人客當少。也得俾9分以上，是喺在期旅遊嘅重要景點。舊年嘅19年呢，恰恰屋嘅同設出來富含菜，數位咩上漲來嘅，不過來留了人行客少嘅。盤潮一方面記錄桂鄉。另外一方面，吃到大爽，相當一樣嘅，本行客多年知道，桂鄉有幾強誒。國姓鄉的水陸養殖全台灣最棒的，國姓鄉的咖啡目前全台灣種植面積最多的。國姓鄉還有草莓，還有枇杷，還有楊桃，還有橄欖，還有苦茶，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產。加上目前國姓鄉有國姓文史採風協會在這邊耕耘，所以不管是文化產業，國姓鄉的表現都不會輸給人家。路邊阿伯、老伯妹吼，喺山方吼，種迄個咖啡樹，咖啡樹也結個咖啡果吼，真大粒真正。毋過唔對行銷吼，唔對講用賣咖啡安尼吼。這個感覺真可惜，就是講國姓也方面吼，真適有較正式的咖啡館。總文亮本來喺度玻璃，最後桂鄉咖啡駛到桂鄉來，佢想起一間咖啡館，咩希望像古行樣嘅，有一隻相當多年來嘅效果。菜店人生希望桂鄉嘅文化記錄繼續下去，唔像這樣時頭9年過後，當到嘅調查記錄做睇做無人事故，咩無聽數到當天。今年921以後吼，你看目前。透過第921嘅紀錄片中間，青島嘅文化單位啦，還是歷史單位來了邊記錄嘅嗰條資料啊。今年哈，睇通過睇很多年咧，其實青大上講吼，很多的青島嘅嗰東西冇個繼續追蹤。潘前面認為，菜地記錄嘅不應該搶起隻文化記憶，行卡係地方發展嘅基礎，主向作家嘅模式做得繼續下去。桂鄉鄉要基建前面鄉土作家吳建林準備3點做。今年度的駐鄉作家我們已經找好了，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接續這樣的工作。因為我合作同國姓報道，啲都寫啲鄉土故事，其實講到黐咪，因為講到那有時間個發展啲故事，我就想講咯，推唔起啦，因為我實在是找不
一时找不到接棒的人。按来想讲，按来嘛，将来要以乡土情怀变生活故事这方面的题材来写点小品文。用文学笔写出国乡山水气质，讲得人文经典的故事，按创业人文基础系统，深出在地文化精神，就话有文创的可能空间。按用产业发展的好光景，就唔会系梦想天天。